想必不知道，这叫自身路。想我阿妹家道张家，那是自身外逃，无事其成。你是最漂亮的新娘子。那生气啊！哎呀，我替你准备红枣啊！红枣？那岂能骗你？哎呀，红枣在哪里？啊，来，你来，快！啊，你是懂吗？嘿，什么懂？这叫自身动，你懂不懂？自身动？自身动那是我讨过建议，小阿妹家道张家，自身外堂，无腿接你。啊，哎，还有呢？阿妹呀，阿爹，这是阿爹一点心意，你也把它带上啊。阿爹，这是破包啊，就是你叫我的嫁妆呀。哎呀，你怎么有良心的啊？你还野他笑啊？这破包啊，带上不要，带上，不要。这是阿爹的心意，带上。背上。莫快一找福报啦！哦，你家道富家，要生不离宝，宝不离身。你睡觉的时候，千万要把它藏好了。知道啦。哎呀，最重要的忘记了。什么？万一你到张家身旁啦，闺女啊，你家里有几个人？你怎么说的？我是家里有二老爹娘，还有三位兄长。哦哟，那是真定情话。你三个兄长做什么的呀？我家大哥呀，可是当朝人噻。呀，怎么了？你这个脑子啊！你大哥是当朝丞相，你以为是乡下姑娘啊？你怎么不会转歪呢？我怎么没想到？阿爹，那我可以怎么说呀？我料你也说不出来，阿爹早就替你想好了。阿爹，那我可以怎么说？万一真的有这么一天，你就这样